上帝啊，求你予我创造清气的心，予我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毋通赶我，予我离开你的面，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的神。求你予我悠远得到你的救恩的快乐，赏赐我有自由的神来扶持我。我就将你的道路只是有过失的人，有罪的人就要归顺你。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求你救我脱离害人的罪。我的志要大声吟诗学乐你的义。主啊，求你开我的喙唇，我的喙就要报扬你的好名声。这是咱的唱圣诗第18首。圣诗18首，我要学乐上帝。请起立，咱来吟全首。我心哦乐上帝，来迎我的天地万物三界音响，你大尊名，手拿彩门水泉。关山，天明已大，愿应应个明爱公义交转，我心阿罗上帝，世间情人的悲，空中陪着。我尊名，溪水长河清水，阿回归日皆水，一更照来凉风吹来，公义大平安，我心阿罗上帝，伊本对自家，虽然歹歹将是将公义稳当决心，先个人到地上。那尊天天之佑，天下教会做一个，面得归地上帝。这时，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得了多人来受苦，定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外上天，打坐你全能的父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神，公同教会，圣徒的相当，找赦免，肉体国外，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
这是咱三角来启用，伫启用第49篇，详细也是以赛亚书55章，启用第49篇，我来启，请会众来用。来，喙焦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奶，恁若着开始要卖食地面。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米通食。趁找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就归应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甲遐那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甲遐悬。雨甲水对天降落，无够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以前有七别的所在会发相别，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这是咱的三角阿头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理的主宰，阮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过去的日子，因为你的保守甲恩典，互阮平安。搁伫你的主日会当来到你的圣殿，要领受你要互阮的信息。求主赐智慧，互阮正人，启示阮伫你的教示中。会得到主要，阮要去做的，无论是伫教会事工、小组的事工、团契事工、教会逐项的活动，主拢使阮快乐，照你的指示，全力来达成。互阮每一个人、每一个囝儿，拢是你意爱的。等主你过来时，阮会免惊吓，你对阮的审判，阮要求主，甲阮也。袂教阮中间的兄弟错的工作，甲读册的兄，三角伫地，有主享受的平安、健康、喜乐，为了因，也求主的灵，甲身躯白疼兄弟同在，有主的医治的灵陪伴因，互因早早恢复健康，来到你的圣殿，甲阮三角来敬拜你，也求主的灵，甲陈经一牧师三角伫地。互伊传讲的信息会切着阮正人的心，为着主你的福音来跑走。这时也求圣灵来运行伫圣殿的中间，互阮的敬拜对头到尾拢顺利。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这时咱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使徒行传》2章1到21。和合本是164页，汉语本135页。使徒行传2章1到21，这是我来讲答。五旬节的期已经到，因拢出去伫所在。突然，
对天有声，亲像大风在吹，充满因所在规间的厝。就有会分开的枝出现，互因看见，亲像火的枝，晓伫逐人的顶面，因拢受圣神的充满，才开喙讲别项的腔口，是照圣神所想事因讲的。迄时有虔诚的犹太人对天的逐国来的，住伫耶路撒冷，一个声一个起，众人自是纷纷乱乱，因为逐人听见因照伊家己的土腔来讲，就拢戆夹奇怪讲：恁看，这在讲的，敢无一概是加利利人吗？咱怎样咱听因讲，照咱逐人所出世的土腔啊？咱遮个伯提亚人、米代人、伊兰人，甲踮伫米索、波代米、犹大、甲加波多加、本多、甲亚细亚、弗鲁加、甲邦菲利亚、埃及，cùng我古年来的利比亚，这个地方的人，以及对罗马来的错人，有的是犹太人，有的是伫犹太教的人，格里底人、阿拉伯人，拢听因用咱的腔口来讲上帝的大事，就拢戆牙丢丢，三甲讲，这什么意思？也有别人起笑因讲，因是恁新酒得罪。14节，总是彼得甲11个使徒徛伫，大声甲因讲：犹太人甲拢总徛起伫耶路撒冷的百姓啊，恁着知即个，也着注意听我的话。这人毋是酒醉，亲像恁所拍算，因为即粒拄啊顶埔9点钟，这就是脱先知约珥所讲的。上帝讲，伫落尾的时日，我要用我的神降临伫囡仔肉体的，恁的后生，恁的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恁的少年人要看到异象，恁的老人要得到面望。伫遐个日，我也要用我的神降落伫我的奴仆女婢，因也要做先知来讲。顶面伫天里，我要显出奇事；下面伫地里，我要显出神迹，就是火、甲火、甲烟雾。日要变作暗，月要变作黑。伫主大国应显的日，未到的大声，国记若求叫主的名的，会得到救。愿上帝听祝福，听耶和华过去行的人。这是赞美，请先挂队。
圣道。但牧师今日要讲的题是圣性，和合一甲和兴保持有开放性。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分享大圣，咱搁一届做伙来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因为你圣性的赏赐，阮逐礼拜一主日都当通过用你的敬拜甲学乐，来得到造就，来得到养生。当阮倒一届伫领受主上帝你的话了后，要来一只分享甲探讨。相共款，愿你的神运行一节中间，手术互阮逐人无共款的亮光甲启示，真做阮生命的帮助。特别今仔日，阮嘛有圣礼典，也求主你的神运行一节中间，来提醒阮主上帝是阮每一个人身躯顶的心意。愿安尼向你祈祷、交托、仰望，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当咱每一届讲到圣神的时，其实，咱拢会去想讲三位一体上帝安尼的教义，与爸囝信神。当咱讲到圣神的时，其实咱不免拢会想到灵恩派，也是灵恩教会，互咱的即个影响。讲到圣神，咱就想到属灵的温素，讲方言、看异象、行神业。讲到圣神，其实咱嘛会想到福音书所讲的。主耶稣伊讲过，当伊去你到至天顶的时，天父上帝就会找另外一位保惠师来加做使徒、圣徒，甲咱每一个基督徒的帮助。总是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咱会发现一件代志：圣神降临了后的第一件代志，是要互属上帝的人会当来合一。圣神降临的第一件代志。要互属上帝的人大成合一，而且要通过福音的分享，要来互上帝国得到复兴。今仔日的经文描写，耶稣的学生甲遮的正使徒，因为因甲国外的主耶稣斗阵做伙40日了后，因对上帝国的道理有更较明白，因嘛更较清楚讲做见证的方向，嘛知影讲传福音的使命。所以，因就照耶稣互因的启示，因三个组织是耶路撒冷。即听候，基督要授予互因的信心，因为基督要通过信心来甲因洗礼。即个信心的洗，要互因充满能力，互因充满气力，会当来为主做见证，为主来宣传。之后因，咱嘛知影，国外主耶稣虽然伫世间有40日遮尔久。总是伊爱转去到天父上帝的身躯边，耶稣无法度一直伫世间上陪伴这个门徒，所以圣神降临是要接续耶稣伫地面上的工课，继续加做每一位基督徒一生命、一信仰顶面的帮助甲引带。照路加的记载，圣神降临是整个群体的属灵经验，圣神降临毋是个人的经验，是整个群体的经验。五旬节迄一天，遮个听候的人，因有听去，嘛有看去。听去啥物？因听去声乐，看去异象。一句约内底，风代表的所象征的是声乐，是上帝的作为。特别路加一只，伊强调讲，遮个信徒。因听到的是大风，听到的是大风，这是要表明什么？表明信神降临对这个圣徒来讲，这是甲上帝之间的一件大代志，这是上帝一件大作为，所以因听到的是大风。接说，路加伊嘛描写讲，这个圣徒所看到的异象是火的出现，这个火。亲像一个一个的喙子，伫旧约圣经内底，火所象征的，是共款嘛是上帝作为。上帝用火要来创啥物？上帝要用火来将人来炼净、来洁净。上帝要通过火，让人洁净。
就亲像咱看先知以赛亚第6章的经验相共款。当先知以赛亚看到上帝大荧光了后，伊讲惨啦！我是一个喙唇无清气，伫活伫喙唇无清气的人的中间。所以天使就用叶仔捏一个烧红安尼热烈的火炭来捂伫先知以赛亚的喙唇。这个动作是要说，是表示什么？表示讲先知以赛亚的喙一定得到洁净，伊所讲的话，将来要成做上帝的路用。但今仔日咱所看到的，这个信徒所看到的异象，是火亲像喙子的这个形象，降临在这个信徒的身躯顶。这是要表明什么？表明讲，互信心所降临充满的人，因喙所讲的，相共款，拢是为着要来荣耀主上帝，成做上帝的路用。当信心亲像这个火的喙子，充满伫这个信徒了后，照信心互因的才能，因开始来讲别国的语言，别国的语言，而且当因开始用逐所在的语言来学了上帝伟大作为的时，既然有真侪人围雷聚集过来，因来听到这个信徒因学了上帝的声。不过，咱真正爱知影讲，这个人受吸引围雷过来，并毋是这个信徒学了上帝的声吸引因，是自一开始信心降临的时，迄个大风所引起的这个响声，大声来吸引这个对外邦转来的犹太人来组织挖掘这个圣徒。真正咱看去讲，才有一个传福音的天使。上帝常常用圣业技术来吸引人，然后将传上帝国的道理交代给信徒。所以咱看去大风吸引人，总是当因接近的时，因听到的是这信徒即学了上帝的伟大作为。相共款，主耶稣来到世间的工课甲任务，伊即服侍人的中间，嘛常常用圣业技术来吸引人，来避放人的心。总是重点是伊后面主耶稣基督要让人所宣传上帝国的道理。也毋知是安怎，这受圣业所吸引的，拢是住伫逐所在这犹太人。因为五旬节的关系，所以因对逐所在转来到耶路撒冷来遮庆祝，来遮过节，然后去到圣殿向上帝来献礼物。不过，这煞互因真戆影的，就是因受这个响声吸引过来了后，因看到的是一群无学问的加利利人。无学问的加利利人，既然会晓讲逐所在的语言，照犹太人的看法，加利利就是一个庄卡所在，一个庄卡所在。咱对福音书会当看伊讲，当法利赛人经下书要骗想耶稣的时，要甲耶稣骗想的时，拢讲耶稣是对倒位来的人。加利利的对搭拿撒勒。因就是用这个地方来骗笑耶稣的出身是安那，庄卡无学问。所以当这个对外口转来犹太人，伊会感觉讲，哇，开这个庄卡所在，无可能有知识分子出现的这个加利利人，既然会晓讲逐所在的语言，倒来只要学了上帝伟大的作为。做时咱若是看经文。咱毋知影讲，这个圣徒到底是学了啥物货上帝伟大的作为？刚讲因信心充满了后，对创世纪开始学了到诗篇，学了到先知书吗？毋是，其实上帝上伟大的作为，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逐所在转来犹太人，因组织过来。因听到这犹太人所学了、所宣传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当然有人真注意来听因咧讲啥，不过其中有人若无讲影，都只带因踢笑，带因批评，讲这人是啉酒醉。咱人就是安尼，咱无法度
来接受家己毋捌去经验过的代志。咱常常会安尼，最好毋捌经验过，感觉无啥会当相信。也是讲一家己的认知以外，无法度掌握的代志，咱嘛常常来拒绝，甚至都会批评。即只咱嘛看起一件代志，生业技术本身无法度互人得救，生业技术本身无法度互人得救。这个加利利的庄稼人，因伫信心充满了后，明明表现出来，就是这样互人稀奇的代志，这样奇妙的代志，总是毋信的人犹原毋信。不过彼得甲其他的门徒，因拢徛起来，伊伫信心充满了后，拢满有信心甲能力，因着直接来向证人来说明，这拢是上帝的作为。以及上帝的这个预言，拢已经成就。当然，咱知影讲彼得，伊是第二周者有讲道，讲一篇真长的道。总是伊这篇讲道，并毋是针对遐个踢笑的人、批评的人，伊是要互在场所有的犹太人拢知影讲，今仔日这个互恁看袂起、无学问的庄稼人、加利利人，因会当讲逐所在的语言。因有安尼温数，完全是上帝来成就，完全是上帝的作为。成就这件代志的主权在伫上帝。接说彼得伊所使用的这个经文，记载一旧约约珥书第2章28到32节，约珥书第2章23到32节。彼得伊使用约珥书的内容。向这个人讲，互因知影讲，上帝所预言的末世一定开始啊！当信心降临的时，上帝所预言的末世一定开始啊！所以各位兄弟姊妹，自初代教会信心降临了后，一定到即马咱2000几年，咱小共款拢是活伫末世的后面，咱拢是活伫后世的后面。上帝要拯救世间的这个应允。是愈来愈接近，而且随时会发生。主耶稣基督随时要来降临，必须互因知影，这个末世开始是因为上帝伫早前通过先知所应允的信心，一定降临落来。就是恁今仔日所看到的这个庄稼人，会当讲逐所在的这个温数。信心，上帝通过信心的降临，伊嘛大声来呼召。一群属伫伊的人，要来建立教会。这个教会，伊所呼召这个人，无分血统，无分族群，无分文化传统区域，只要你是领受信心、受感动、接受耶稣的人，人人成做教会一份子，做伙来为基督做见证。而且照约珥书所预言的，一未来教会内底。无阁有性别的这个限制，因为信心降临一男性，信心嘛降临一女性，男女伫信心的降临充满下面，拢通起来为主来做见证。教会无阁有迄种重男轻女的这个现象，所以伫这中间，教会咱的查某人、咱的女性，嘛会当起来带基督。咱查甫人嘛会当去边仔洗菜、煮饭、洗碗，所以这温数拢无共款，不过是公平。除了伫性别顶面，因为信心的充满降临来得到公平以外，信心要充满的人嘛无分年纪，毋是只有大人、老人才当为主做见证。约珥书一只有记载，少年人要看到异象。老人要做梦，这讲的是啥物？这讲的是，不管你是啥物款的年纪，你拢会当得到信心、互你的启示甲感动。简单讲，不管啥物年纪的人，只要有感动、有信心的同在、有启示，拢会当起来为主做见证。牧师伫国小1年级的时阵，捌有信心充满的经验。总是当我较大汉，我来问我的爸母的时，虽然我的爸母拢是自细汉就是教会大汉的，
总是因讲因毋捌有安尼经验。对犹太人来讲，因真注重即个性别的意义。查甫人就应该安怎？查某人就应该安怎？这犹太人真要义，真注重。犹太人嘛，就注重讲即个辈分的次序，大人就爱安怎，囡仔就爱安怎，少年人就爱安怎。总是咱发现，伫信心的降临下面，即个信心的充满，打破犹太人久长以来的传统甲包袱。接续咱看到，除了性别、除了年纪以外，社会地位甲即个阶级，无阁真做你会当服侍做见证的标准。自初代教会的即个时代，做人的奴仆的人是上无尊严的。是安那？因为做奴仆的人无自由、无地位。总是若是有人受呼召，成做上帝的奴仆，迄个是另外一回事。做人的奴仆无尊严。总是做上帝的奴仆，一教会内底是满有荣光、满有荣耀。不过我要讲的是，我要强调的是，只要受圣神的感动、降临、启示，成做教会一份子的人，拢是上帝的奴仆。咱边的人讲，你是上帝的奴仆。所以未来恁讲到上帝的奴仆。毋通交基牧师尔，安尼知影无？安尼既然咱拢是奴仆，咱拢是上帝的奴仆的话，教会内底无分大小，谁是咱唯一的主人？上帝是咱唯一的主人。所以，一只咱看去讲有信心充满的教会，不管是性别，不管是年纪，不管是社会地位。拢毋是送会当做见证传福音的标准，这外在的条件嘛无阁真做人甲人之间沟通的阻碍。彼得要继续用先知约珥的语言来互当场的犹太人知影，伫即个末世开始了后，上帝要继续一地面上行真济的圣业奇事，是安那要行真济圣业奇事？因为毋信的人、心硬的人，犹原会足济，所以会需要真济，才会外显外在的证明来吸引人。不过，咱头有讲到，圣业奇事本身无法度互人得救。圣业的功能是要吸引人、准备人的心，读上帝的话，上帝的正道就是圣经。较有法度来显出上帝上大的圣业。是安怎讲？当咱每一届领受上帝的话，读圣经的时，咱祈祷恳求信心的充满甲感动的时，咱的生命较会当对上帝的话内底来得到改变甲更新。所以生命的改变是上帝在咱身躯顶上大的圣业。搁来彼得互现场所有犹太人知影讲。上帝的救恩无阁独属伫犹太人，无阁独属伫犹太人，是既若接受耶稣基督成做家己的救主，呼叫主耶稣的名的人，拢要来得救。咱嘛知影讲《使徒行传》第2章后面，彼得讲道了后，才会对外面转来犹太人因真济，就来接受主耶稣。现场当场就来受洗，来归入教会。而且咱知影讲，才会对外面转来犹太人，当这五旬节过了，因小共款爱转去到因家己的故乡、家己住的所在。我要讲的是，信仰会继续留伫耶路撒冷吗？伊会将耶稣留伫耶路撒冷吗？应该会将福音带转去所住的所在，敢会？所以福音就安尼来传开。福音就安尼来传开。路加所记载这15个所在，牧师一只无一个念出来。这15个所在，其实拢伫罗马帝国所统治的范围内面。当耶路撒冷伫信神降临了后，
耶路撒冷倒一届成做上帝国扩展的中心。自迄个时，至未来，罗马帝国会渐渐衰微，总是上帝国会渐渐来扩展。也因为这个扩展、这个宣传，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才有法度来坐一遮来敬拜上帝。若毋是信心降临，若毋是这个人受感动接受主耶稣，福音就无法度来传开。咱今仔日就无法度来坐一遮，咱根本无法度来明白上帝。总是感谢主，信心降临，互这个福音来空传、来扩展。总是我要讲的是，上帝国还未完全，上帝国还未建立完成，福音必须要继续传落去。教会爱必须发挥功能，教会需要信心不断来甲咱充满，需要信心，互咱来恢复到伫初代教会迄种属灵的相通，迄种属灵的款式。咱需要信心，都不断来运行伫咱的中间，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无分大小，无分性别，无分地位。拢伫信心的感动下面，会当彼此合一。特别求信心来帮助咱，会当谦卑顺服，常常祈祷来听候信心的启示，互咱知影咱头前爱行的方向。今仔日咱要来守圣礼典，就是圣餐。圣餐毋若是互咱来纪念主耶稣基督对咱的牺牲，圣餐也是信徒一基督内底合一的一个象征。我来讲一个，圣餐是信徒兄弟姊妹合一的一个象征。当咱若是用心用神落去领受圣餐的时，信心特别通过饼甲杯来感动咱的心，让咱来启示主耶稣基督通过伊的体、伊的血，让咱所表明的心意是啥物？就是爱咱合一，然后才会当互上帝国得到复兴。咱这点，咱做伙来献开咱的圣诗369首，369首，超过阮的想象。咱用这首诗歌来陪伴咱的心，互信心通过饼甲杯来启示咱，来感动咱，互咱甲兄弟姊妹会当彼此合一，是属灵的交通。相信嘛，请长老来做陪伴。咱坐咧吟，咱来吟全首。超过阮的想象，连有所的光明，你身边的临在，阮确实真是恬静，孤他想不起。当灯完了桂花，主啊，何等奇妙，伫阮目中叫我。
阮要修找生线，离开受阮心殿，分享阮所体验，你的平安甲稳定，一生才做这段，发出星星光明，点倒找你的人。因心里的光点，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记纳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记纳归往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跟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大。就跟我的人，我决断袂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个伫地。咱嘛往边仔的兄弟姊妹讲，愿基督的恩典甲恁三个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收也捌传予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买迄暝有提饼祝谢来拜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恁记若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要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的迄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即时咱嘛照主耶稣的款式，一领受饼甲杯进前，咱搁一摆做伙来祈祷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当阮恳求你信神降临伫即个圣会中间，虽然饼甲杯是来纪念主耶稣为着阮的牺牲，总是求你，互阮用心神甲诚实来领受。你为阮所拍破的身体，你为阮所流的宝血，通过你信神的感动甲引带，倒一摆来启示互阮领受即个杯甲饼的意义是啥物？也愿主你互阮明白主耶稣的心意，互阮领受的时，来得到合一的心，来共同为主做见证，来复兴上帝的国。愿用你仰望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体，为着恁来拍破。你每一摆食的时，就安尼行，为着是要纪念我。这个身躯，这个体，是主耶稣的身体，为着咱来设，为着咱来拍破。咱每一摆就安尼行，为着是要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着咱所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请长老，啥物去5楼？5楼，5楼。好。当咱摕到饼的时，咱倒一摆来笑念、来祈祷。主耶稣的身体是怎样的为着咱来拍破？其实这个拍破所象征的，嘛是毋望咱的性命不是受拍破，互信神重新来塑造，会当互阮有一粒合一的心，互教会众兄弟姊妹同心一意，自己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来复兴教会，来见证主耶稣。
当恁摕着饼的时，咱用安尼来祈祷，倒一摆来孝念，来思想，来反省，家己敢有为着兄弟姊妹来牺牲，来拍破。各位兄弟姊妹，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来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是伫伊的宝血来设立的。咱每一届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是新约，是用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咱每一届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各位兄弟姊妹，基督所流的宝血，所带来是赎罪，是赦免，是原谅，是关系的和好。当咱摕到杯的时，咱就自家来思想，咱检视甲人有无好好的所在，检视心内底有无原谅、无赦免的所在。咱恳求信心帮助咱，通过这个杯，倒一摆来赦免人、原谅人。恳求信心帮助咱，倒一摆甲上帝、甲人的关系会当来和好。当咱摕到杯的时，咱用安尼来祈祷。
亲爱的兄弟姊妹，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留伊的宝血所设立的。咱每一届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咱做用信心甲信实做来领受。咱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要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嘛向咱饼人讲，愿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做来感谢，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虽然饼甲杯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纪念。总是阮相信你信心的溃烂是超越性。你要带来，互阮透放；你要带来，互阮安慰。你嘛要用你极大奇妙的溃烂，要来互阮会当合一和好。主上帝恳求你，互阮教会通过你信心不断的充满甲降临，会当活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会当互阮同教会即个地区。因为信心的降临，互上帝国对咱遮来扩展，也愿主会当领受，互阮领受即个饼甲杯，即个恩典相共款，会当带转去自阮的厝内底，分享互阮的四周围的厝边隔壁，分享互阮的公司内底遮的朋友。主上帝愿你的神继续来引带阮头前信仰的路途，愿来向你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接续要来举行小礼的洗礼，咱要来举行小礼的洗礼。咱大声献开圣诗，圣诗353首，353首。请看善良慈悲牧者，请看善良慈悲牧者，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来陪伴心。这是咱嘛请咱4对的这对爸母，食咱的囡仔抱来头前。咱做来吟。接咱来举行小礼的洗礼，大声咱来听这个圣经马可福音怎样来记载安尼的过程。有人带细汉囡仔就近耶稣，要互耶稣摸。学生责备因，耶
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的国是即号人的。我是在甲恁讲，既然先接上帝的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耶稣就抱因，甲因换手祝福因。虽然讲咱的细囝无明白现在咱要举行的代志，要举所应允的，伫未来也要归伫因。因是恩典的约的护士，上帝要直接用洗礼来互因归伫上帝国，成做上帝国的囝儿，嘛互因归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只是因为咱的细汉囡仔还无法度来告别因家己的信仰，只是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参加起立，咱来陪伴这四位爸母，用许多圣经做来甲这个囡仔、细汉囡仔来告别咱的信仰，咱做来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请坐。是咱陪伴这四对爸母，带这囡仔来信仰告别了后，这时咱这四对爸母嘛要为着咱的细囝来一只誓约，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信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较大声的。好，毋通教囡仔听着尔，咱我嘛爱听着。恁着倚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因，教示恁的细囝，着用基督较好的行为来培养因，互因通行合伫上帝教会法度。你有要安尼做也无？愿主祝福恁以及恁的细囝。帮助恁来守即个约，即时牧师要直接代表教会，用水甲恁的细囝来行洗礼，互因归伫上帝国的保守下面。一只为着德轩甲子玉的细汉囝黄建成，一只来洗礼。建成，一只我用水来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信神的名。阿门。这是要来为着伟泽甲玉民的细汉囝和玉彤来洗礼。运彤，一只我用水来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信神的名。阿门。这是为着云斌甲珍妮的囡仔仙桥用水来行洗礼。仙桥，我直接用水来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信神的名。阿门。这是为着专门兄甲颜慧因的囡仔佑嘉、黄佑嘉一家来洗礼。不要害怕，只是水而已。佑嘉，我用水为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阿门，阿门。
请咱兄弟姊妹做伙起立，一只要来宣布，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一定受接纳，入伫伊的教会，做袂赔惨的会员，有份伫新约的恩典。当这个细囝的父母甲会长也亲自来一只做见证，三甲来分担有饲因、教导因的责任，伫伊的信仰下面来陪伴因，会当互因伫教来进行这个更新礼。阿门。请坐。一只请咱这四对爸母来向后转接，向后转接。一只介绍啦，对我的正手边遮专门兄加这个研会因的细汉囝，黄佑嘉，咱拍鼓啊，大家欢迎，大家接纳。再来是这个云彬加珍妮，廖先桥。再来，这是伟泽加玉明的细汉囝何允彤。好，最后是德轩加子玉的细汉囝黄建成。毋未来，咱毋若是一只拍鼓尔啦咱嘛协助这4位少年的夫妇来照顾因的囡仔，有饲因的囡仔。透过牧师只用水弹行洗礼的时阵，感觉因拢有信心充满，因为水点落心中，因拢揪一个带一个安尼，好了，咱一只为着因来做祝福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守护互阮教会遮尔宝贵的产业，就是死个性命来到阮的中间。当一只阮通过洗礼来接纳这4个新的性命，成做教会一份子。主上帝，恳求你会当互阮兄弟姊妹做伙同心来关心这4个家庭，陪伴因、协助因来照顾这4个囡仔。当这囡仔伫教会大汉，通过主日学青少年的过程的中间，求主互阮每一个人拢担当安尼责任，来关心因。协助因伫信仰内面来大汉勇行，直到因未来家己要坚信咧，家己要告别信仰的时，愿主你互阮每一个人拢有安尼责任甲看去，愿安尼向你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倒一届用咆哮声来感恩欢迎。好我们可以回座。接下来奉献，请李正义执事加林家和执事。
请起立，来迎黄贤师。这时来报告的大声，咱来读今仔根据伫周报顺序带后面，我读一遍，请会众来读2遍。高见啊，求救主的名下会得到救，使徒行传2章21节，请。主的名会得到救，使徒行传2章21节。高见啊，求救主的名下会得到救，使徒行传2章21节。咱先开周报的头一面，是这个礼拜服侍人员的状况，请安排到的同工照这时来做准备。咱看第2团契的聚会。请照顶头所排的时间地点，咱来参加。下面就是主流的课程，甲咱的心灵的受洗班进行的课程，咱来请家己来看，照时间咱来去。先开第3页是教会小组的聚会状况，我来请会友踊跃来参加小组的聚会。第4页是各小组甲教会需要代祷的事项，请兄弟伫逐日的祈祷中来献出咱的代祷。第5页奉献，若有重大的，请咱找咱的干事，还是咱的执事来做见证。来消息的报告，今仔是圣灵降临节，第1场甲第2场。咱有举行圣礼典，特别第2场有小仪式，有4队真恭喜。下午1点半要伫7控议会是召开5月份的定期中职会，请中职出席参会。会后煞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会。后主日中午12点，7控议是要召开关怀部会议，请部员来出席参会。第2。中午12点半，伫6楼办公室要召开行政部会议，请部员出席参会。教会的消息，幼儿班 AB 班要举行的旅行，地点是伫金永 DIY 休闲农场，时间是5月20号上午10点，要报名，请找助理学 B 班的菲菲老师。甲明理科老师，副团契甲妇女团契联合野外联谊，大北坑山健走1日游，时间是6月7日，上午9点半，费用是每人350块，5月27日报名截止，要报名请找。主美人姊妹来报名，欢会友、好朋友一同来参加。咱教会伫5月25日甲26日伫龙潭客蒙会馆要举行教会环境
国色赢，为了教会3年到5年的远景共识，同心协力，朝目标来前进分享教会，扩展上帝国度。补偿报告夫妇团契今仔日中昼12点，伫7控域下暝教室要聚会，请卢志祥陈学生的信息的分享，请客友来踊跃来参加。下面是教界的消息，请恁家己来看。请牧师来做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一只做介绍甲补充报告。先有2位来到咱的中间有久久转来，嘛有第一届来的。第一位是廖丽秋姊妹，一只咱大伙来欢迎。欢迎你来，暗望等下甲咱做伙用爱餐，甲做伙来交陪。好，请坐。第2位是这爱读中文胡凯丽、胡凯怡啦，有写英文啦胡 Carry。好，对比讲从美国回来探望阿公阿嬷啦好。一只嘛来一只补充报告因为5月25到26有这个共识营，因为共识营是拜5到拜6以往拜6透早拢有这个早祷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早祷会来暂停一届总是牧师小共款会将早祷会资料放置这个赖群组的公报栏咱需要的人会当继续用这个资料做继续家己来领受。好，以上一只做补充报告。来唱上扬的诗，第391首。391首，俄罗天顶主宰。临时刷，请牧师接导。请起立。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你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引带，不断来降临一阮的教会，不断地充满一阮的心内，不断来显明主耶稣基督伫阮心上的心意，就是互阮彼此合一，一教会建立上帝国。将荣光归乎上帝，对这事直到永世来无尽。阿门。请坐。祝歌。
音乐灭倒。平安礼请起立，对咱隔壁的朋友讲，愿上帝平安，甲你永远三甲伫地。